一個人點樣拍視頻，點樣起號，好多人想開始，但係又冇頭緒。其實我平時咧都係一個人比較多嘅，朋友得閒嘅情況下咧就會幫我揸下手機啊咁樣。今日我分享一下我嘅心得啦，希望能夠幫大家提供到少少參考價值。好似我哋咁冇團隊就要用到一個手機支架啦，就夾住部手機，咁啊夾住佢，夾好咗之後啦，釋放雙手係咪？你話鏟雞屎就鏟雞屎啦，錯地就錯地啦，釋放雙手。咁你話你經濟好困難，又可以唔使用到呢個，好似我咁，我平時係一隻手揸住手機咁樣行嚟行去分享嘅係啊，又唔使用到自拍杆，又唔使用到穩定器嘅，就係咁一邊走一邊分享。我平時好少坐住嘅，我上期都講過啦，坐住嘅話我哋身手好唔自然噶嘛，係咪？咁行走嘅話可以緩解下尷尬啊，冇使咁緊張，又可以豐富下附近嘅場景啊，係咁嘅原因嘅。你話唔知拍乜嘢？我喺農村做自媒體都有大半年啦，就係一個人最好就做口播，分享你嘅經歷啊，係嘛？你嘅人生感悟啊，咁係獨一無二咁啊，好多內容嘅，又真實，又效果又好，就唔好諗搞嗰啲段子啊或者乜嘢啦。希望能夠對大家有少少嘅參考價值啦。